呢個成語叫做同病相憐啊。咁就係記錄喺吳越春秋俠雷傳嘅。俠雷係一個吳王嚟嘅。咁個主角咧就係伍子胥啊，大名鼎鼎嘅伍子胥啊。咁咧就春秋嘅時候咧，楚國啊已經係楚國嘅後期啦。因為呢個故事講完之後冇幾耐，呢個係另外一個故事，係未包含喺呢度嘅。因為呢個故事講完冇幾耐之後咧，就楚國咧就滅亡咗噶啦。咁咧當時咧楚國咧有個人叫做伍員，子胥。咁後尾啲人咧都叫做伍子胥啊。咁咧就生性係沉勇剛強啊，好有膽略嘅。好可惜啊，呢啲咁樣嘅人咧，通常喺自己國家都不被重用嘅。佢爸爸咧就係咧太子建嘅太傅，佢爸爸叫伍車。咁太傅係咩意思咧？就係太子嘅老師啊。佢哥哥咧就叫伍尚。咁喺唐邑，即而家江蘇嘅六峽嗰度做官。伍子胥長期以嚟咧就同哥哥咧就生活喺一齊嘅。咁啊，父子三人都好有成就啦。伍車咧就忠君，好忠直嘅一個老臣，就受到太子建嘅信賴同埋敬重。咁同伍車一齊輔助太子一個少婦咧，叫做費無極。其實應該讀費嘅嚇呢個字。不過而家咧有啲姓費嘅人自己都叫自己費嘅，但係應該係費嘅，因為上古嘅漢語咧係冇 F 嘅音嘅，即係冇輕唇音嘅嚇。咁不過而家都重俗啦，都就費無極咁樣嚇。咁佢咧就呢個係壞人嚟嘅嚇，好諂媚奸詐，善於咧就做嗰個玩弄權力嘅小人。咁佢咧就係少傅嚇，唔係太傅。伍車即伍子胥個爸爸就係太傅，佢就係少傅，都係輔助太子。但係太子建就唔中意佢，所以咧費無極咧就有啲不滿啦。喺公元前527年，費無極咧就奉楚平王之命。咁楚平王咧就係楚國嘅亡國之差唔多亡國之君咁樣噶啦嚇。就奉楚平王嘅命令咧，去秦國嗰度幫太子揾個新婦，即係揾老婆啦。點知費無極翻嚟咧，就同平王講：喂，個新婦好靚喎，不如大王你自己留喺身邊用啦，幫太子揾另外一個老婆啦。咁呢個平王咧，好色之徒嚟嘅，即刻就應承咗費無極，就將新婦咧留喺後宮。咁楚平王佔有咗秦女之後咧，呢個本嚟係太子嘅老婆嚟嘛，而家變咗佢嘅老婆，就立咗佢為夫人。然之後咧就對太子建咧日益疏遠，後尾咧又派佢去咗城父，即係而家安徽亳縣嘅東南嗰度守邊。費無極咧就趁機日日夜夜向平王進讒，即係進讒咩意思？即係講佢壞話啦，就話太子啊，由於個新婦俾你搶咗啊，心懷怨恨，準備結交諸侯，起兵謀反。咁我哋可以喺度睇到咧，費無極真係好壞嘅人嚟嚇。咁人哋唔中意佢，佢又想咧又係人哋死咗咁嘅樣嘅嚇。咁呢啲昏君咧就對費無極嘅讒言咧深信不疑，就揾人去問太傅，揾太傅伍子胥啊個爸爸伍車嚟問佢：喂，做咩？你係佢嘅老師嚟喎，你教到個太子咁壞點啊？咁伍車就知道咧呢啲係費無極造謠。佢話：大王，你千祈唔好聽呢啲咁樣嘅讒言啊，咁樣害咗自己嘅骨肉啊！咁平王咧就唔單止咧就係即係唔諗伍車講就唔單止諗伍車講嘅有冇道理，然之後咧就轉頭咧就將伍車講嘅嘢就話俾費無極聽喎。費無極就：哎呀，伍車已經同太子建啦，
串通一齊㗎啦。大王，如果你而家唔制止佢嘅陰謀啊，之後啊後悔莫及啊！咁於是平王就下令逮捕呢個五車，然之後咧命令喺城府個地方啦嚇，即係太子見到個地方咧嘅一個叫做司馬訓養嘅人，即刻將太子建殺死。咁咧就同時就捉埋呢個五車啦嚇。咁五車俾人捉咗之後咧，費無忌咧都唔係蠢得晒喎。佢同平王講話：五車有2個仔啊，好叻㗎，不如一齊將佢哋殺咗啦，唔係會成為楚國嘅大患㗎。咁平王就派使者對五氏兄弟講：嗱，你哋要去到程都就係楚國嘅京城啦。你爸爸就免罪，如果唔係咧，我就將佢處死。咁啊，伍尚聽咗使者嘅話，就即刻想去程都見佢爸爸。伍尚係個大仔嚇，咁其實即刻見爸爸係啱嘅，因為咧父子情深嚇，都係思念爸爸孝。中國人講孝道啊嘛。但係咧，伍子胥就諗清楚係哥哥楚王叫我哋去啊，去咗斬草除根，冇去送死啊，不如去第二個國家度。因為你去其實多一個人死啫嘛，爸爸都一定會俾處死嘅。我哋去咗之後，又仲有機會幫爸爸報仇。但係阿伍尚咧就唔聽伍子胥講啊，就跟住個使者就去探佢爸爸。一去到程都，果然不出所料，佢同埋伍車就俾平王一齊下令處死。咁伍子胥得到呢個噩耗之後咧，就隻身逃跑逃出楚國啦。佢就先去到宋國、鄭國流亡咗一段時間，千辛萬苦，最後咧就去到吳國。而喺當時吳國嘅公子江正就係暗中物色人才，準備發動政變奪取君位。伍子胥嚟到吳國之後咧，推薦咗一位勇士叫做專諸俾公子江，叫佢刺殺吳王僚。咁專諸亦都有好多嘅故事喺度㗎嚇，亦都係好勇敢嘅一個人嚟嘅嚇。攞條魚上條魚入邊有把劍啊，魚長劍啊，叫做攞把劍嚟刺殺呢個吳王僚。不過呢個故事就唔喺呢個成語入邊嘅嚇，以後有機會再講到嘅我哋。咁成功刺殺咗吳王僚之後咧，公子江咧就即位做咗國君，史稱吳王闔閭。佢對伍子胥就好感謝，就任命伍子胥做行人。行人係一個官名嚟㗎嚇，就係咧掌管朝見同埋呢個聘問，一切軍機大事都同佢商量。伍子胥咧亦都盡心盡力輔助呢個吳王治國，積聚力量，準備攻打楚國，為父兄報仇。而喺公元前515年即係過咗幾年，楚國咧又有一起陷害大臣嘅事件，又係同費無忌有關嘅。咁當時咧有個左尹係個官名啦，叫虢縣。咁由於佢咧就忠貞謙和，就好受百姓嘅愛戴。咁結果咧呢一個陰險毒辣嘅奸相咧，就勾結呢個嘅右領賢將，希望咧就勾結佢將呢個虢縣置於死地，想殺咗虢縣。咁佢咧就先同令尹子常講，令尹係另一個官嚟嘅。虢縣想請你飲酒啊。然之後咧定住面，佢就走去同虢縣講，令尹想嚟你嗰度飲酒啊。咁虢縣就好高興啦。佢話令尹如果能夠光臨寒舍，係我榮幸。我送啲咩禮物俾佢啊？係死啦！佢又唔知道咧，咁樣咧就會墮入咗呢一個奸臣嘅奸計入邊。
咁費穆嘅同佢講：阿令尹咧就中意啲盔甲同埋嗰啲兵器嘅，你攞幾件出嚟，我幫你揀幾樣啦。咁費穆其咧就幫阿屈原咧揀咗5件盔甲同埋5種兵器。嗱，你擺喺門口度，令尹咧到時會過嚟睇噶啦，你就趁呢個機會獻俾佢啦，送俾佢啦嚇。好啦，到咗約定嗰一日，咁阿屈原咧果然咧就將啲盔甲同兵器放喺大門門口喎，等阿子上嚟。點知咧子上未嚟之前咧，費穆佢就同阿子上講：阿令尹啊，阿屈原咧準備喺宴會上面喐你喎。你睇到，你去睇下佢門口啊，武器都已經準備埋啦。子上聽到咁啊，梗係有啲驚啦，就揾人靜雞雞去屈虎門口睇下。哎呀，果然咧有啲盔甲同埋兵器喎，而且入邊啲人咧忙忙碌碌。其實忙忙碌，人哋係準備招待佢。咁我哋即刻翻去稟報啦。子上咧就信以為真，就即刻命令咧阿賢將師率領軍隊啊，包圍呢個屈虎。賢將師係壞人嚟嘅，就將屈原同埋佢啲家屬全部處死。不過呢一樣又奇怪嚇，點解屈原臨死之前唔問清楚點解，或者解釋一下點解嗰啲兵器又會放喺呢度啊？不過都冇辦法啦，可能嗰時真係朝政敗壞啊。屈原咧有個親戚叫白皮，係死咗嘅太宰白州離嘅孫嚟嘅。咁有一次咧，就白州離喺一個宮廷政變嘅時候咧，就俾呢個楚靈王處死。係屈原咧保護咗呢個白皮，並將佢，而且將佢咧撫育成人。呢一次屈原咧就被害，白皮咧就喺門外面，一得到消息就即刻連夜倉皇逃跑啦。哇！因為唔知會唔會株連埋自己噶嘛。白屈咧就喺民間咧就匿咗幾日，就覺得咁樣唔係長久辦法。佢就突然間諗起吳國同楚國係世仇嚟嘅喎，而且知道伍子胥喺嗰度，我可能會得到重用喎，就決定投奔吳王闔閭。呢個時候咧，闔閭咧就同伍子胥商量緊出兵伐楚嘅。聽講白皮嚟到，就命人請入宮中設宴招待。佢問阿白皮啊：阿先生，你做乜要嚟投奔我哋啊？白皮話：大王禮賢下士，伍子胥一到就奉如上賓，所以臣呢就不遠千里嚟投奔。然之後，白皮又將自己喺楚國嗰啲遭遇啊咁不幸講晒出嚟。伍子胥就面露同情。咁坐喺旁邊一齊食飯一個大夫就靜雞雞問白皮嘅為人係點樣，你都唔清楚啊？佢問阿伍子胥：點解你咁信佢嘅？咁伍子胥就講出呢一集嘅成語啊。佢話咧：我同佢怨仇相同。佢話你以前有首歌叫《河上歌》，佢嘅內容就話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大家有咁樣嘅命運，同一模一樣嘅相遇，我點解唔可以傾心相待呢？咁由於呢個伍子胥對白皮咧一見如故，好友好，所以咧直散之後咧，白皮咧就俾吳王咧任命為大夫。咁闔閭在世嘅時候咧，兩個人同心合力，令到吳國嘅力量日益發展。最後咧就打贏咗楚國嚇，伍子胥仲報咗仇。不過呢個係後話啦嚇。咁同病相憐呢個成語咧就流傳咗落嚟。